台南的食食会当讲是台湾好食面的代表。不过根据科考，其实有一寡在地点心是外来食面，亲像土土鱼、沙白鱼的料理，有一寡拢可能去染着西洋的煮食方式。对17世纪大航海时代传入来台南了后，就渐渐变做咱在地料理。 过分了后，落去钱落尾掺面南煎，一碗台南美食料理代表土土鱼煎，就会当互人客食甲饱肚肚。除了安尼生肥嫩的沙白鱼肚，配合小滚滚的梅，是街头巷尾人人拢知好滋味。不过，根据科考，这个美食料理，都有可能是对17世纪欧洲经过大航海时代才传来台南的，却变做台南的日常料理。 其实是我爸爸在做的时候，之前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土托鱼羹，否则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有。对呀、是蛮有趣的，是还蛮惊讶的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，虱目鱼不是台南人开始养殖的吗？我觉得是有可能啊，因为毕竟那时候就是被统治蛮多的，嘿，对，就像现在有一些荷兰的血统的人，我不觉得意外。 台南市文资处表示，根据中建院的研究员在位中推测，荷兰时代唐山移民受到荷兰殖民者的影响，开始对着欧洲人方式伫咧食鱼，斑马仔正做土土鱼主要的消费族群，介意食这种鱼的习惯，就一直保留到今，正做台南居民的特色。啊，那沙白鱼是伫咧17世纪以沙巴罗这个名方记录落来菜色。西班牙、葡萄牙语当中惯用鱼仔名沙巴罗，听起来真烧话。合理推测，沙白鱼可能唔是由印尼人销解予台湾的，有可能是来自一阵正精通海上撇话的人，亲像生活伫咧马尼拉的登山移民。 那郑老师呢？他是依据了大航海时期这一些水手船遗留下来的这一些文献的记录，还有他们手绘的素描，还有当时候的人可能会说什么样子的语言，以及水手他在船上保存跟烹调鱼肉的方式来去做综合的推断，就发现说，当时候的做法其实跟现在的土托鱼羹的做法其实是很类似的。台南市文资处为着要互民众了解台南美食，佮设计一种游戏，希望透过这种游戏，互民众了解台南美食背后的故事，佮会当对台南的人文历史产生进一步的兴趣。透过这和台南400年历史，也佮文化产生连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